开始。打头，走！哇！都找机会可以出手哦。回来了！东加油，东打他！快点，你可以的！哎，靠背。雨光，雨光，你他妈的！要不是我脚断掉，我妈打爆他们头！我跟你讲。你好，我叫易佑国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脚断掉，不能打。怎么会绕跑嘞？这样跟你说，以后打不过对方，把对方抱住，裁判把你分开，可以争取时间喘息。打不过或你受伤太严重，教练会丢白毛巾，懂不懂？运动精神，你坐上。NBA 周就发走，小星星，我比赛了，冇你们看你发总冇啦。俺就讲俺发走，唐唔死了。画一下每5分钟，厕所在哪啊？你发，慢慢也发，反正警卫赢是怂的，发浓一点。哎，小星星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对，唔好按用啊！青罗小平老金毛的大养了。各位，我们来聊一下你们今天比赛的心得吧。今天比赛你们学到什么？这才是教头要你们参加比赛的重点，输赢根本无所谓。看嘛底，根本唔是在参加。不过我们行来啊，黑毛，你今天既没迟到，然后又有参加比赛，我觉得很棒。你让我们觉得你是你自己为阳光学院的一份子，我以你为荣。我也以你为荣。鬼子，东东较巧，
伊莫去，我是运气好不能打，要不然遇到像金刚那么大只的，2条腿都断了。那你就想一想，你脚好之后怎么对付他？谁大啊？哈哈哈，这么有志气啊！5公斤了，你减掉5公斤就打下一个量级，有没有中？李莫，我觉得我们很逊，看到家队会用的老知府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团队的精神。你看哪这么干？就可以的，比赛很发肿，你花痴哦，又迟多，可以培植球团体，也唔会费死你哦。用的，用的，就按杯哦。培植气甲讲只有暗门，叫不会赢大头。你讲哪这么干啊？干！小星星他又不是故意要害补一只脚受伤的。谁让你鸡婆帮我讲破？我故意迟到。爽啊，怎么样？反正做什么都我输。小星星对你那样，是不是很难过？你是不是很喜欢小星星？没有。那如果我很喜欢小星星，很奇怪吗？喜欢一个人是也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国中的时候啊，有个女生她超级喜欢我，每天都送我早餐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蛮喜欢她的，我以为我会跟她结婚。有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后来她交男朋友的时候，我超生气，就超生气，我超想把她打死。真的假的？当然假的啊！小星星讲话比较冲，他无心的，给他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，我尽量。小平。你要去哪里？关你的事。要不要吃东西？我有鸡婆。你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我宁愿被网友骗死，骗去卖，比跟你这种抢人家男朋友的女生在一起住好。那你要出去住也应该跟教头说一声呢。不用你管，你不要去到底要干什么来？
随便你，以后你的事不关我的事。啊，对不起啦，不能带你一起走啊，就留在这里好不好？乖嘛，去啦。人怎么那么少？小西西呢？小婷她在房间吗？关我屁事啊！小星星，问君吗？空买小啦，他们不来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东东呢？主任没有带他来吗？结果嘞？东东你搞事嘛？请我求来啦，门都冇出来哦。你搞不卡哦？盆他嘅盆都会死哦，太阳都出来都tìm唔出来。坦然讲啊，做間鋪啊，其實咁啱贏價啦，踩條大魚啦。你好好嘅命要變到安尼咯？唔但唱東東呢，一兩月氣氛也無強樣，青春愛不紅彩呢。太高就乖乖，心中随时会出某个事情。哎呦，会出事情哦！哪看哦，土石流要落来啦。这样子，你请小星星，赶快看东东那个宅炮。快仔来，高雄好诶，好上诶，够本吗？大家啊，叫做出茶社要搞本来哦。小星星，我爱入来了。小星星，你还跟面用的暗用喏。做嘛该啦？用无去上课？会人讲啦，不管呢，迄老土好，也迄不堪以相处。上司诶，就会有那种某爽快的事情啊。做唔得暗用啦。大拜读都暗有的事情，就想要这块。你看，还暗有骗子子诶，无等影下咯。唔免管我啦，我唔想看到唔丢脸，出去了。好啦，唉，很恶哦。
你到底要做嘛个？爱上英语的上课，有必要安用你吗？你这样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据说在解决问题。掠着从小出梦伊写个小话，当然对这家无嘛个信心嘛，系无？可伊说出的事情，其实咩都当太怕。哎呀，拄到事情啊，嘿嘿，唔免太马细场啊，拄要控起来啦。伊迄条心态个问题哦，迄控唔到即个好啦，甲控唔到配音的优点。错啊！我有听过个心理学先生讲，为欣赏配音优点，就要先从喜欢即个开始。啊，错，就样样。喏，先不掠条小话啊，先肯定自家，喜欢自家，安尼佢自然就会看到拍啥个好啊，系冇？掠出安尼厉害，最要紧要做嘅事情。做嘛个？老啥讲哈？掠败安尼个任务，安尼个行动，按照三脚下马。乖乖。林同学，走快点，好不好？各位上课了。瓜小。三角蛤蟆是我们阳光学员给各位一个新的任务跟活动。什么东西啊？以后你们来学校第一件事就找那面镜子，然后对着那个镜子讲出自己的一个优点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优点？第二件事，找出班上一位同学，放学前讲出他的一个优点。不好意思讲没有关系，用写的，写完贴在公布栏上。做不到的人呢，当天就做2个小时的美化校园活动。美化环境，你自己去好了啦。无聊。你没事做，神经病。神经。林老师。花喜。我马西，大家要认真的、乖乖的做哦。神经病。无聊。妈的，两笑。你就继续抱怨嘛啊，想一想怎么做了。哦，走嘛该啦，走嘛该啦。哎呦，小星星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。然后讲我要参加对外比赛，故说呢，我有新的制服。你用的呢？想要请来参加。哦，亚总说哦，当然要去请人学生地位度真非常的人来做。迄个唔上做，吼，直播嘅事情，搞问注音，吼，搞问注音嘅听。注音诶。嘿嘿，用哎。无系冇。好，嘿啊，若无用啊，动手啊。拜托，老乡无品好无？佢买个制服，卖影相做。爱实用，哈。无品就无品。哦，上个讲法呢，你喏，搞唔会。小星星，你喺 NT 摆参加比赛呢？佢暗藏嘅资金交俾你，喺动公用啊！来看哦，小星星哦，根本就唔想参加散打比赛啦。佢哦，都唔看其他人做嘛个。全部做人讲。跟人讲啊，你都在迄好样诶，唔好讲迄个条病。
迄讲大兵诶，就会腹肌音。俺无吃到小星星会迄模腹肌音给你呢。问题是，伊有心机无？后面恐惧啊。那你要给我上网查资料，我来出差买啊。托上夫动发时间呢，我会本来出去。无问题啊，不过你就会遵守福教跟我一出的规定，好吗？好，希望你可以听。对吧？那我要去准备上网查资料。哎呦，不要跳什么咚咚咚啊！注意嘛，健康啊，怎么个？哎，可能两啥啊？13年哦，来现呢，13年啊，冲山歌，哦，还恐吓转上呢，两啥头练过的哈。注意嘛，也是很高的呢。教育本来就会有人做好人，有人做坏人啊。这嘛该笑得按奇怪呢。奇怪？咁样？你唔可以说得很奇怪，是脸的问题。如果就是他做制服了吗？哎，文君。哎，咁样按奇怪？菲姐，今本也很准时哦，很乖哦。准时，麻烦有点嘛。当然没算啊。来，照一下镜子，看一下，三脚蛤蟆没有7个优点吗？ 3只脚没那么爽。小星星，你看，哇，金文义那衫裤的色比都懂好看呢。咱金本伊衫裤的色比较懂好看。咱大年就懂好看好无？ ngài kỳ mỗi theo nào mô吹到董江。我很会整理东西。蛮像叶问的。东东来了，照镜子，照镜子，三脚蛤蟆。弟弟好，我是王永庆。天姑，多多毛豆腐卡呢？你做耐心哦。唐讲厝边的豆腐卡太赞呢。做买那种的东西。也买个东西就迄俺出钱买的，原来好迄物价啊？你到底上班？ 厝安部哦，我就老女讲得懂清楚了哦。迄个你想要带到亚夫卡，你就要吃冲着诶，好好读书。结果呢，你搞天通搞到天光，迄好高上课还按欣赏落带啦。伊人做唔到，安尼我就拿这本你分钱个东西啊，就安尼。凭嘛因转来说糖呢？凭啊，迄娘没啦。 他妈干你嘞！我看到小星星赞美鬼子，然后小平赞美东东跟阿达，
最棒的是我们阿达赞美了全班同学哦，所以现在没有互相赞美的同学，是不是应该要讲一下啦？小星星，你看不到小平吗？加下嘅價錢係390，大批買打8折的話，哪一個比較好？高條，迄講內套隨風色，叫條色拉型，我做。你乞丐給聽。小平。還有好教的是，我小到背後，也係條件較好。你乞丐給聽啊，請小平啊。總唔想這樣問誒。提亞查好教，小平係請了給唔給你？其中係請買人天數給你，係冇？我以後係冇人支付的事情，你講給就做乜嘅？支付嘅事我唔理啦，每次都很做的呀，啊。好唔好？這個老禿頭。小平跟我和好了耶！对啊，超开心的。给我看一下你的包包。余关华，你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东东，要小心，唔买摕东西。哦，不过，唔可以留事情的经过，佮唔太加糖，好冇？你说啊你！说我儿子偷东西，你们就给我拿出证据来，要不然啊，我就告你们。好，等一下监视器的画面。不用看什么监视器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。因到什么原判？遐啊做咧刷掉咧遐，冻掉嘛，冻掉嘛。有种跟我们走。余光华，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明明就是3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你怎么一定要大家陪着你在这里耗啊？刚才监视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是他们诬赖你，把东西放在你的袋子里的啊。你怎么就这样子呆呆的，你就这样走出来了呢？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呀？还要闹到这里，闹到警察局，你不怕丢脸是吧？你
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于妈妈，既然林无非就先转移了，有事情张一张讲。过2天我会再来找你们的分局长的。走啊！不要碰我！面子就不你瞎呛呛了你。俺所本建设用办啊！二次查嘛？是啊。于妈妈，东东本袁无非，程度好也无爽快，硬着做成上诶，要替好言扶头去。不过，我卡给你，真经喺度关心佢，顾虑佢。啊，你话出到你阿发，伊冲到个讲爱，唔拉关心哪个来啊？黑啥？东东，伊伊无摕东西啦，袁无非，唔是谁啊？还好，哎，就讲咩？东东在用的牌哦，很话是挑便宜的东西。你哦，老公的信嘛是摸到你的信上，你就算嘞。老信不用到谁你的信上，当你念点老公的信变，就嘛该罚。你讲亚发干唔公平啊？伢来的都太溜个胜利，唔系空爱，咁做会起来哈？我卡嘅所费就系俺拿出来嘅哟。伢来啊，就抢回到那边罚田就踢，嘛个事情就唔干。看来哦，安尼无卡按多自爱，全靠你说判哦。你真经安厉害咩？厉害到老公断掉，这是真撇的什么哦？厉害到东东变到安样去？哎呦，阿春妹，也两三毛个吵咧。有生年咁輕顏以神嘅錢啊？輕顏嘅咩？佢老是輕唔講嘅哦。輕顏老生年叫下來，輕顏唔是笑，你咪推顏聽書，結果呢？啊？人拉到攞杯教什麼嘅？要推顏講過一句話無啊？講法會變到係呢？夾把無需要負責任嘅哈？也就係你搞出來嘅好賴嘅啦。超嘛笑！你要问不会直接问哦，干嘛还要传纸条？小学生哦。你讲话很鸡耶！哦，你很幼稚，还撞那头，智障，弱智。讲话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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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！要不要把窗帘拔掉？拔掉没？
脚底要整个站起来啊。小兵不错哦，有进步哦。单脚试试看啊。有了，老哥，有进步哦。东东，来陪阿达练一下好不好？教头，你是惯技的，烂就是烂，再怎么练还不是都一样，那么浪费时间。我们干娘，你讲什么东西啊？喂，东东跳小，怎样啊？欺负大棒脚断掉。我用讲的。是吗？慢点，好诶，你哪有去试试看啊？怎样来啊？有话用讲的，啊，很屌丝啊！慢点。哎，东东，让主任处理吧。东东，你干嘛？我过。好啦！东东，莫停哦。唔是讲啊，那你昨天冇唱唔咯？哈，我听到唱唔啊，好嘛？地方一年，你有啥线索啊？系嘛？你迄个嘞，俺就跳下去咯。哎呦，莫停头那啊！好，莫停头哎，唐海花，好，唐海花，好，俺会唐海花，好，来，莫停头，好，唐海讲，好，唐海讲，哦，来，看田档啊，嘿，看田档，有冇？哎，有条的啊，有云太阳，看到没有？莫停头，来过来，嘿，冇用，来过来。哦，快，好，冇用啊，好，事情，好，马看，好，唔是这，有嘛？好，庆典，系嘛？好，来气象的啊，唔对啊，系嘛？好，冇停，我这把个事情有冇？好，来事情还对，来庆典，陪你定还对啊，系嘛？来买事情，大家都会给，好，唔是上岸头，好。你这个样的眼会无条路呢，系嘛？好啦，好，对啊，好，冇用，系嘛？啊，疼死了！我走来。那叮咚啊喂！你这给我行啊！冇用啊！你还当演掉诶？好啊，打，我了解啦，我知啦，唔怕。丢起来！你用为安言，当黑魔术嘅他。哎呦，这个走马啊！啊！好人呐，哈！你这个大鸡啊！啊！冇法啊，我弟啊！我了解啦。我都知，好嘛？相反，你是安尼咩？那个事情啊，做你讲啊，人家讲都做得啦。啊？什么？哦，阿弟，我故意的啦，那个事情。有吗？哥哥啊，
有只事情我麻烦一下啦，吼，真权拜托啦，去老去东东家铺吼，说是按多年哈，做得很记老东东家没讲一下嘛。你也都唔要讲一下就可以改嘅事情。拜托啦，拜托啦。阿公。我哋也係家庭嘅問題啦，大家好上嘅都有啦，不過東東無咁樣啊，哦，以前咁樣嘅，大家都有看到啊，也開始變好嘅，我要問阿媽咩都安尼，都唔盼得啦。唔盼得？哇，連你都會關心東東啊，唔簡單，請落。哥，啊？恁做的個老東東夾咩？再個講看哪呀？講看哪是可以講看哪，但係哦，你也都牽涉到佢幾隻家族嘅心結啦，佢唔係短時間就可以講得通嘅，冇聽錯哦，一生人都冇辦法解決，困難。難咩愛做啊？無上認真研究看東東，繼續安尼下去呢？好吧，我盡量哦來講看哪，阿公。啊？我老唔強下以前東東夾咩哦？你夾咩就親難愛嘅人，啊，都唔係打老虎一樣當然做，愛啥戲就做得咧。好，拜託啊，拜託。哇，愛神呢？好重要啊！王法度啊，哪係主人啊？唉，一條講模子哦，咩水人啊？奶奶，你不然那么贤惠，我有惊诶。叫通啊！奶奶有摊出做直升，好吗？安尼有生意吼？那每天还要帮我倒水、拿便当、去卡车、按摩脚。令老师，你当初讲想必死。我帮你啊。不需要，这很重哎。自己也可以啊。你真的不用啊？没关系，你又有机会了。屁啦，怕啥？从来就冇人安样，我爱讲俺辛苦。家爸哦，就知道俺懂电脑，全部嘅人就怪俺冇搞好余光华。搞生意呢，本來是唔係容易嘅事情啊。佢哋就知道講，俺做生意嘅係為咗家父卡嘅錢，就係個福利金啊。我冇辦法搞好自家嘅生意呢，我咪冇辦法管好自家嘅兩個人。配上樣板小唔重要。重要是你去講樣板小。我去講。我本來有機會去讀哈佛嘅呢。哦。好搞實習，我到夾巴嘅公司去，冇想到我就有成功了。我老多，我前聰年咧。我做得挺醫生人，全世界嘅人認為想難捱，我就唔幹。我爸講，你要停機哦，你就唔是賺來咧。我為佢付出咁多，我
得到嘛安喏，我就迄一个自家贴上来的啊，就迄一个唔得减少的小姐，要好钱的福利金。以前佢无安尼想，安尼想对事情也无帮助啊。最主要是你要替人家生意来想，可能把你关心佢啊。我无关心佢，我无关心佢，我娘爱拿这个给个天龙喏，我娘爱当年，我娘老起熊草，那就不是产给就好了呀。人生意那个本性唔坏，阿姨，外边嘅人吼，对安尼中途好考嘅学生有偏见，这是难免。但係你做阿妹嘅人，前提是唔好。我意思是讲，你做阿妹嘅人，莫主观上就认为讲，哎呦，我嘅生意嚟就唔贪花、唔用功、唔杀忙、唔打拼。你都先攞佢掂機好落去咧，安尼生意咧就難救啦。唔點解我去做呢？我真係冇法咧。佢等你做嚟，就到佢搞天咯，已經快就冇想去講。哎呀，我講埋嘅話佢就談唔落去咧啊！事情既然已經發生，安尼就想辦法來解決啦。佢再講，離下嘅青少年，逐陣啊硬頸唔通話，係冇？唉，佢再講啦，網絡世界啊，這是佢唯一嘅出口啊！而下就攞佢團體，佢樣都會掉。然後生意嚟講話也嘛你硬邦邦，係冇？而見下吼，每日老佢講10句話，青菜講乜嘅都好，千祈唔可以開嘴說，喂，你用唔讀書，你用唔水母，你還在搞電動玩具，有種話是唔好講咧，講到正面嘅。是啊咧，希望較好，爭過嚟想辦法啦，啊，希望。救命！你怎么变成这样？这种很打。没事啊，是在打，还可以的。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，小杨！你都把我忘记了，走开了，别抱我。小星星，咖喱饺那么难，我们下一次上烹饪课的时候再做，这次先不要好不好？哦，我就是要这时候做没，你要我是不是要做给谁吃啊？我要喜欢吃咖喱饺呢。